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上帝无量心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谓丧失，特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幼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父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如尊我如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吾不知其名。不知曰道，常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本。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中有自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行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